在約翰福音中，耶穌的兄弟們對他的信仰和身份表現出懷疑，他們希望耶穌能在公眾面前顯示自己的能力。這一幕挑戰着耶穌和他的使命，彰顯了信仰的真正意義。許多人對基督宗教的假借尊崇和真心信仰之間存在着差距，他們口頭上尊敬，但實際上卻不相信耶穌的救贖。這提醒我們，真信仰是發自內心的，不是外表的表現。耶穌的神聖使命不在於人們的讚揚，而是在於真實的信仰和救贖。透過考驗，那些真正信仰他的人將會受到啟發和變化。耶穌面對他的兄弟們和群眾的期待，他選擇了不在他們的規則下行事。這一決定凸顯了耶穌真正的使命，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期待。信仰是一個深思的過程，我們是否只是表面上尊敬耶穌，而心中卻質疑他的身份？這提醒着我們面對信仰時要誠懇，不要被外表所迷惑。